大宝娘，这还没说要点呢，是韩先生说的，要是人走了，这房子也不能留着，要不这病啊还得往外传。是啊，大宝娘，这也就是留个后手啊。那你们要是烧了，这让天德娘住哪儿啊？房子没了，咱乡亲们可以再帮着盖，可要叫这病传出去，咱整个村子可就都没了。娘，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你8点了，算了，妈也去点了吧。三姑，奶奶，你看他们这想干啥呀？奶奶，他三姑老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这是啊？草儿，你就别擦了，挺老了的，你赶紧走吧。你娘真的这会没救了。不行，还不行，先救活俺娘。走，走，行，娘在这里，娘在这里。娘，你已经把俺扔下过一回了，这回您可不能再把俺给丢下呀！要不这样，放俺进去，俺去把钟瑞媳妇和三宝婆婆唤出来。啊，你就是进去啊，俺也不能把他们放出来。咋啦？保不齐他们也都染上了。照你这意思，俺娘他们就只能等死了。三宝，娘，三宝，你不能进去。你咋又回来了？俺就是想走，也出不去了。咋的了？看来，俺跟你娘可真是有缘，想躲都躲不开。到底咋了？你快说。不对，啥不对了？俺咋觉得不像天花？不像。像大头瘟。大头瘟？俺公公活着的时候就得过这病，就跟这一样，那脸啊又红又肿的，后来还是俺婆婆治好的。真的呀？那能不能叫你婆婆来给看看啊？成。不行，那万一要不是呢？不是没关系啊，治总比不治强吧？俺不是这意思，俺是说，万一这要是天花，那俺婆婆不就染上了？托个人去问问你婆婆，当年她是咋治的，把那方子拿过来，咱们自个儿治啊。成，俺婆婆就在院子外面。事想打听一下。啊，主任媳妇，你有啥事儿啊？娘，你有话就说吧，俺奶奶听着呢。哎
爹，当年你给俺爹治大头瘟的方子还记得不？咋的？你要方子做啥呀？俺看俺婶子呀，得的不像是天花，像是大头瘟。大头瘟？啊，那个脸啊，又红又肿的，都连成一片了，跟俺爹当年一个样。还能真的不是天花？哎呦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谢天谢地呀！但愿是虚惊一场吧。先别忙着高兴。哎，你咋就知道跟你爹一样呢？哎呀，你让娘进去看看，娘才知道呢。你不能进来，娘。那万一是天花呢？哎呀，宗瑞呀，啊，你不能进去，你就把方子告诉他们就成了。哎呀，俺就是给他方子，他们也没法治，得俺亲自去。哎呀，奶奶，你不能去！撒跑！放开俺！奶奶！哎，钟瑞媳妇，你把门打开，让娘进去。钟瑞媳妇，你真是把娘看扁了，你都不怕，娘还怕啥呀？娘！哎呀，娘啥？刚才钟瑞就非要跟人来，把你给换出来，硬是让娘给拦下了。娘说娘替他来，这不，娘来了，还正好派上用场了。你往他儿子脸上贴金呢？赶紧闭嘴！钟瑞媳妇，给娘开门呐！他婶子，你就把方子告诉俺就行了，俺自己来，俺不能把你也给搭进去。哎呀，你这是说啥呢？哎呀，就是把俺搭进去，也不能把俺媳妇搭进去呀。俺是他娘啊，俺不能那么做。宗瑞他娘啊，你可得想好啊！这万一要不是大头瘟，真是天花，可就不能再放你出来了。俺没啥好想的。钟瑞媳妇，给娘开门！奶奶！奶奶！奶奶，你已经得把姥姥医好了，俺们在这儿等着。你娘在哪？快带俺去看看去。来了，快给俺看看吧。是大头瘟吗？找些灯芯草来，哎，再拿些油来。